创我，知我的心思，试验我，知我的意思，看我有啥物歹所行无，带我行永远的路。咱三甲来吟圣诗，圣诗26首，圣诗26首，让咱感谢上帝，出声吟诗对心底，做行己的代志，万民掠伊做欢喜。原地舞台出世，伊就束缚无离，用伊无数仁爱，今日遥地宽大，咱三甲起立来吟。使徒圣经来做咱信仰的告别。使徒圣经伫圣诗头前13页，咱坐声来念。我是上帝全能的父，创造天地主宰。我是耶稣基督，上帝独生子，咱的主，伊对圣神投胎，对在基督玛利亚出世，伫本着比拉多阵内受苦。变是一个死来做轮毂，第三日对死人中复活上天，他坐伫全能的父上帝的大庭，伊要对家过来审判活人甲死人。我是圣神，我是神，共同的教会，圣道相逢，做下礼，肉体复活，永远的活命。阿门。听者。下面课，咱今仔日课的所在，课文30篇，课文30篇，啊，就是诗篇121篇，课文30篇，正式的调字153页。大家来听。我抬头看山，我的帮助对倒位来，我的帮助对上主来。
伊是创造天地主，伊袂互你滑倒，伊的保护者袂遁面，以色列的保护者袂遁面，嘛袂遁地。上主是你的保护者，伊伫你的身边做伊名的保守你，你是日头袂伤你，你是话也袂害你。上主会叫你脱离各款灾难，伊会保守你的性命，你的上主会保护你。对一时直到永远。咱三甲暗头来祈祷。至上的天父，感谢你的疼甲恩典，互阮同这聚会来遮来敬拜你。阮一只献上阮的感谢甲学乐。伫大自然，阮看见你创造的奥妙；伫生活中，阮会领受你的赏赐甲扶持；伫患难中，也得到你的带领甲拯救。阮的智慧是对你遐来，聪明也是对你遐出。感谢你看重阮人类，把阮放伫贫穷中，用无边的心思甲疼来顾阮。感谢你伫无言无语、无声无息的当中，为阮展开新的一日。主啊，阮会领受你的手，换领阮的身躯的同时，你也扶持阮向前行。阮喘气的时阵，接到你的提醒，也接到你的接治，因为阮的私欲、罪恶藏伫阮的心内，你要赶走阮心内的邪恶、好毒、恼怒、诡诈、嫉妒甲忧虑，叫阮无搁再流连伫过去的成败的回忆中，帮助阮甲老的阮甲旧人，甲你同等的是一价顶，叫即马活的无搁再是我，乃是基督，你伫阮内面活的，而且阮今仔日肉身活的，是因为信靠你来活。亲爱的天父，伫这个时阵，阮来恳求你拯救乌克兰这个国家，让这乌克兰的平牌甲防战平安临到乌克兰各地。阮看见有人民为着这个国家战死，有人为着闪遐战火离开因的家，一家人四散。主啊，求你怜悯，求你保守伫战火中的人民会当得到帮赞。伫这个艰难的时刻，有基督的平安甲富满，也有克服惊吓的力量，勇敢站起来，脱离战争的危机甲伤害。求主伫普天的心思意念中动工，互伊选择和平，停止军事行动，互这个地恢复和平。主啊，有你以外的地上，阮无搁再毋甘所爱护甲和平的，阮的肉体甲心肠拢是虚伪，无搁再听话甲效力。毋过圣灵，你是阮心内的力量，阁是阮一生的福分。求你不单是扶持阮的心灵，互阮有信心，点着阮毋茫的灯继续照光。恳求你怜悯阮，扶持阮的身体，保守阮的骹无闪失，无搁滑倒。求你约束管教阮的心，叫阮经过这段艰难的日子以后，会当结出平安的果子。伫公义的道上献出性命，伫仁爱的路上，叫较侪人得到永生。阮安尼诚心的交托，拢是奉主耶稣基督的圣名来求。阿门。下面圣歌队献诗。
所必可知，你那路上天地祈求过，若是你只将归山离开我，若是你只依靠陪我欢喜你，我只请将心灵将有照亮我。就体谅我。你我免出一大的乱流，你就分我，予我无地孤单。当我领着你的宝贝甲幸福，当我兄弟的生活你的祈祷，我在你面前体谅我，要体谅我，好主要体谅我。要体谅我。恁讲到今日牧师要讲的题目，生命中的40天，咱请牧师。杜世金，哦，歹势。咱来看上帝的话，记载伫路加福音4章第1节甲13节。路加福音4章，新约路加福音4章第1节甲13节，记载伫白话汉语本68页，现代中文译本97页，和合本是81页。现在咱做来看，耶稣受圣神充满，对约旦河倒来，互圣神带伊伫旷野内40日久，互魔鬼试伊。这日的中间无食啥物物，后来就枵。魔鬼甲伊讲：你若是上帝的囝，就教即个石变做饼。耶稣应伊讲：有记载讲，人咧活毋若活靠饼。魔鬼搁带伊爬上悬，10000年久，用天的万国互伊看，就甲伊讲：即个一切的权甲伊的荣光，我要互你。因为即个已经交互我，出于我要互啥物人就互伊，所以你若拜伫我的面前，就拢总是你的。耶稣因伊讲，有记载讲，就拜主，你的上帝，独独服侍伊若赢。搁带伊到耶路撒冷，互伊徛伫殿的尾溜，甲伊讲：你若是上帝的囝，对遮家己跳落去，因为有记载讲，伊要为着你命令伊的天使保护你。佮讲，因要用手扶你，免伫你的骹踏着石。耶稣因伊讲，有讲免去试主，你的上帝。魔鬼已经尽逐项的试，就暂时离开伊。以上讲到今仔牧师要讲的题目。生命中的40天，咱请牧师。咱同心压头来祈祷。阮的主，阮的阿爸爸上帝，
感谢你，留阮的性命，互阮今仔日会当甲阮的兄弟姊妹，搁一摆来到你的圣殿，来听你的话，来领受主的恩典，嘛来甲阮的兄弟姊妹彼此相听。阮知，若毋是你允准，才会袂成；若毋是你的安排，互阮的心愿意，今仔日阮嘛袂坐伫遮。因为你的安排，因为你的旨意，因为阮的心有听到，嘛来回应。即时，阮要恳求圣神继续甲阮伫地，互阮的耳孔听清楚，互阮的心明白，互阮嘛共款会当愿意照咧去行。当心安尼祈祷，是奉靠主耶稣基督的名，阿门。亲爱兄弟，你敢有算过，你的日子到今仔日拢总有几工啊？无法度算吼，咱拢一工过一工，一暝过一暝。生命中的40工，顶礼拜咱讲到摩西伫西奈山顶面的40工。发生什么代志？伊伫山顶听上帝的话，甲上帝的命令写落来、记落来，嘛准备2块石板，互上帝用伊的手来甲10条界。写伫顶面，摕落山，要甲以色列百姓来引带因，听人、听上帝，敬畏上帝。头一摆40工看起来是顺顺啊，总是到后壁的时，上帝甲伊讲：“你紧落山。”我的百姓要离开我，因为因爱亚伦来做上来代表引带因出埃及的耶和华上帝。结果因用因的金仔做一只牛来代表。迄个是耶和华上帝。10条界头一界，除了我以外，你袂当有其他的上帝。第2界，你袂当为着家己来做偶像，来敬拜伊。10条界内面，伫山顶安尼写，伫山骹。安尼来发生。上帝知影人的软弱，知影人的需要，知影人的心的不安，总是上帝爱人注目伫伊。出埃及一路，上帝会显现用啥物分条甲火条，互因感受到上帝甲因伫地。总是人的心无看到一个物仔的时阵，无法度产生安全感，无法度相信，无法度有望。因无法度对心肝头内面去感受上帝，因无法度对因一路行出来所发生的代志内面。去会记哩，上帝甲因伫地。
星夜，甲因斗阵，性命安尼留落来，总是竟然无法度互因的心有平安。因爱看到一只牛仔，一个伤，才有法度去感受到，迄个就是上帝。这是人的愚妄，人的不安，这个是事实。上帝一直拢知影。当摩西去上山第2摆的时，是对已经伫会幕内面恳求上帝，甲以色列人同坐同行，去到所应允的所在。因为耶和华上帝生气，讲我袂甲恁去啊。犹原恁会当去到遐，总是我无爱甲恁斗阵。摩西求了后，上帝欢喜伊的求情的祈祷，互伊去第2摆，去西奈山第2摆的40天。头1摆40天发生的代志，搁1摆来，伫摩西的性命中间。摩西的性命中间，甲上帝斗阵，为着以色列人40天无食无啉，甲上帝斗阵。若毋是上帝的吩咐，若毋是伊的顺服，若毋是上帝的听甲恩典，摩西敢有法度完成这2摆的40天？请兄弟，若是今仔日上帝甲你讲，你爱为着一个人禁食祈祷40天，你敢会接受？若是头1摆40天了后，你看见你为着伊祈祷的迄个人搁犯罪，你敢会亲像摩西共款，继续求？毋通生气，上帝啊，你都毋通生气。本来你叫我去禁食祈祷的时阵，就是为着要救伊啊。啊，上帝讲安尼，你搁为着伊禁食祈祷，搁1摆40天，迄个疼爱有偌大，迄个敬畏上帝的心爱有偌济，才有法度搁领受讲好，搁1摆。耶和华上帝无生气，是对摩西疼这个人，疼以色列人，疼上帝所疼的人。上帝应允摩西的疼，伫摩西的性命中间，这2摆40天，伊甲上帝斗阵，听上帝的声，领受上帝的旨意，一条一条写落来。落山了后，伊甲以色列百姓，甲因传达上帝的话。嘛引带因去做会幕，还佫有敬拜上帝的条例，提醒因会记哩过去发生啥物代志，提醒因上帝才是引带咱、救赎咱的上帝。1摆搁1摆，迄2摆的40天，互摩西有困难。伊嘛知影，上帝的确是甲因斗阵的。今仔日咱所读的耶稣的40天，甲摩西共款，嘛是无食无啉。总是这40天伫做啥物咧？
受魔鬼的试。摩西的40天是伫山顶甲上帝斗阵欢喜甲，因为上帝甲伊斗阵甲伊讲话。今仔日，咱看见耶稣的40天是圣神引带伊去遐来受魔鬼的试啊！毋那袂当食，袂当啉，搁爱受试40天。这个40天是安怎过的？敢困有好？伊安怎面对上帝甲伊家己的身份？伫这40天内面，伊搁爱面对魔鬼所有的试。魔鬼试耶稣，毋是圣经所讲的这3个试尔。这3个只是代表啥物？代表咱受魔鬼的试的时阵，脱不了这3样。魔鬼的试探脱不了这3样，3个层面：基本的生理需求。当你伫枵的时，当你的生活需要钱的时，当你毋知影日子明仔载要安怎过的时，有的人讲你莫甲我讲较济，我都食袂饱啊，搁讲遐尔济咧，毋免，你着先互我食饱就好。若是照安尼来讲，耶稣接受魔鬼的试，甲石头变做胖，就是基本的咯。总是耶稣安怎讲？40天就已经无食啊，我还阁活咧。即时我敢需要安尼做，来互你，甲我使人我甲上帝的关系。魔鬼是安怎甲伊讲？既然你是上帝的囝，你就通命令这个石头变做饼。迄个是一个证明。我知影你是上帝的囝，你嘛知影你是上帝的囝。上帝的囝应该有权能，应该会当行神迹，应该啥物拢会使。既然你讲你是，既然上帝甲我讲你是，安尼证明互我看，你即马就会当安尼做啊。耶稣的回答是啥物？人的肉体、人的性命在活，毋那是靠食物。魔鬼的试看起来敢若是石头变做胖，单纯的食物尔，毋是。其实要讲的是，既然你是上帝的囝，你着做即件代志。魔鬼若来甲咱试，你若是一个基督徒，既然你是一个基督徒，安尼你就会当伫基督内面有自由，伫聚会时去趁你所需要食物的钱。因为不管你有去也无去，上帝有缘会甲你伫地。基本的生活，魔鬼的试，互人的心会伫世界的生活、肉体的需要，甲上帝中间来做选择。要安怎去面对？耶稣的回答真做一个完全，互咱看，咱会当靠上帝来赢过这个试。
第二个是宽恕、圆滑。你若拜我，遮会拢总互你。这个是什么？欲望。吃饱了之后会有什么？基本的需求之后会有什么？欲望。好要再更好，多要再更多，要不然没有安全感，没有办法想象未来没有的时候该怎么办。你只要选择这个世界会当互你的，无一定爱靠上帝的话。这是魔鬼伫讲的。即摆你看会到的，遮的我拢会当互你，只要你拜我，你无一定爱拜上帝。遮的你看会到的福气，我嘛会当互你。耶稣没有反驳他，耶稣无甲讲，你安尼讲是毋对的。耶稣甲讲，独独拜耶和华上帝。真理毋免变，事实就是事实。魔鬼的刺，魔鬼的试探是模棱两可，他挑拨的是你跟上帝之间的关系，你所认知的真理。在欲望当中，在世界里面，你的眼目所可以触及之处，总是这的，毋若是伫摩西的时，伫耶稣的时，嘛是甲魔鬼讲，只有拜一个，就是耶和华上帝，救赎我的迄个上帝。毋若拜伊尔，阁会服侍伊。这个服侍真做啥物？跟从、顺服。遵守上帝命令，跟缀伊所讲的话去行，这个是拜上帝。服侍上帝，上帝互摩西传互以色列百姓的，毋若是10条诫，侪条例内面是爱安怎甲人斗阵，爱安怎互相相听，袂当欺负人，爱甲上帝形象、上帝圣洁、上帝。的公义，行伫人甲人的中间，服侍上帝，是照上帝话来行，听人敬拜上帝，才会超过对目睭所看到的遐个荣华富贵。人的眼中，只有以上帝的命令为行事的标准原则，才会知道如何去爱人，如何去敬畏上帝。也只有这样，才会把我想要的那个部分放下来。人与人之间常常多出来的部分、不合的部分，是在于我的欲望，我要比你更多，我要拥有的比你更好。世间的圆滑、宽扁、宽恕，拢总是我要在你之上。第三个层面是什么？第三，当魔鬼
来到圣殿的顶面。伊搁一摆，甲耶稣讲：既然你是上帝的囝，你就会当对遮跳落去，因为圣经有记载，你会无代志。魔鬼嘛清楚知影上帝的应允是啥物。伊用上帝的话来试耶稣。当魔鬼甲咱试的时，嘛是共款的用圣经内面咱所读到的上帝所予咱的应允来试咱。犹原是对耶稣的身份来做试。既然你是上帝的囝，你就会平安无代志，因为上帝有应允，会互你平安无代志。安尼试若是临到咱的时阵，就是今仔日上帝会互你平安有福气，你就毋免惊，啥物代志拢会当做。从这里跳下去，从高处跳下去，那不只是一个生命的失去，而是一个对上帝的挑战。你讲你会互我无代志，即马敢是安尼？我来试看卖。若是耶稣只是讲，爸啊，我相信你安尼讲，所以我就跳。甲咱受着试的时阵讲，我相信上帝会让我病得医治，有什么不一样？魔鬼的试，伫这个40天，每一天耶稣的日子，耶稣并无好过。总是伫这40天内面，耶稣清清楚楚知影伊的身份，知影伊甲上帝中间的关系。伊知影，无论拄着啥物事，爱掠上帝最基础，嘛最至悬，最全部。伊的行为，伊所讲的，伊的食物，伊所需要的，刷落来，伊爱面对这个世界，伊爱行救赎人的迄条路，迄个苦，伫这40天内面，伊伫做啥物？做准备啊！圣神互伊充满伊，引带伊，互伊赢过试。40天结束，耶稣入会堂，面对众人，嘛面对众人对伊的不满，对伊的生气，对伊身份的怀疑、甲拒绝。摩西的40天了后，带以色列人遵守上帝的命令，犹原嘛是共款拄着遮的。无论是摩西的40天2摆，也是耶稣的40天，拢互咱看
看见啥物？看见上帝，看见家己，看见世界，看见魔鬼常常伫咱的中间来甲咱试，试人甲人的关系，试人甲上帝的关系，试家己有确信无？试家己有对上帝遐来听无？摩西的40天原文内面就是数字40天。耶稣的这40天，真做一个形容词，叫做日子满。就是讲，毋那是日子是40天的天数，嘛是一个阶段。当圣神充满你，当上帝拣选你，开始了后，你就爱有一段时间来接受魔鬼的试，嘛的确会接受到魔鬼的试，你会拄到魔鬼的试。魔鬼的试，毋那是甲你面对面的时阵试你的心尔，嘛会掠世界，掠人甲人的关系，掠你的生活，掠你的腹肚，掠你的心，掠你的喙来试。对3月2号，初2开始是大财节期，一直到国外节，除了6个主日以外40天，全世界的教会，大家同心用这40天来体会这40天，体会耶稣的疼，这40天嘛体会魔鬼的试的40天。上重要是伫这40天内面，嘛去面对耶和华上帝的话，甲家己的心，是毋是会当独独敬拜主上帝，服侍伊？有的人伫这40天内面禁食、祈祷；有的人在40天内面拢无参加宴席；有的人这40天特别去帮衬别人；有的人这40天特别去找甲伊无好的人和好；有的人用这40天，一个人伫厝感谢上帝；有的人用这40天挑战家己去传福音。亲爱兄弟，每一年咱拢有一摆安尼的40天，总是咱的年会内面，毋拿一摆40天来体会这个。耶稣的40天是日子，咱的一生的日子，就是伫受魔鬼的试内面，面对上帝，听候上帝，听上帝的话，遵行，看见家己无安全感，看见家己是毋是真正听有圣经内面上帝的应允，嘛用一生的时间来反悔，求主的赦免。这40天会当亲像摩西共款，为着有罪的人来
到上帝面头前来求情、来祈祷。这40天，嘛会当亲像耶稣日日谨慎，赢过魔鬼的刺。这40天，嘛会当亲像阿伦共款，忍袂住其他的人的讲法，斗阵犯罪。这40天，嘛会当亲像遐个以色列百姓，得到主的恩典，上帝因带救赎，继续无满意，继续甲家己的不安放大，继续为着家己来做偶像，继续互上帝来生气，继续一摆搁一摆，伫好甲无好的中间来面对家己。亲爱兄弟，生命中间的40天，这个40天的大灾这期，也是你的一生，你要安怎来活？当咱即马看咱家己的性命，对上帝遐所得到的性命，甲罪中间的挑战、引诱、试探、失败啊，敢有要紧？每一摆的失败，咱就想起主耶稣为着咱来死，甲主同坐倒，就是一摆搁一摆来看见家己的失败、家己的不安、家己的需要上帝、家己的好甲在上帝疼我，互耶稣来救赎我。互耶稣，互我有一摆搁一摆的机会，会当来领受恩典，赢过市。失败无见效，真正的见效是看见失败，掠伊做正常。掠犯罪做袂要紧，掠上帝疼做无。上帝疼，上帝恩典。每一摆伫圣餐的时，亲像诗篇所甲咱讲的，你疼我，我就要救你，因为你捌我的名。我要安置你伫悬的所在。你求救我，我就应你。你伫危急的时，我要甲你伫地。我要救你，我要互你尊贵，我要互你长岁互你受到满足。我要赐福互你，我要互你看见我的救恩。这是耶和华上帝，互以色列百姓，互伊所拣选的百姓的应允，嘛是互坐伫遮的亲爱的兄弟姊妹，是上帝互咱的应允。
领圣餐，毋若是食一块饼，啉迄个杯尔。每一摆领圣餐的时，所爱想的是，伫我生命中间的40天，主已经赢过试。这个试亲像苦难共款，伫咱的人生中间，总是主已经赢过。咱我靠伊，有缘嘛会当赢过这个试。咱会当大声甲魔鬼讲：提去！我只有耶和华上帝，主已经救我啦。即时，咱来吟圣诗367首，来准备甲主同齐祷，领受主的恩典。来吟第1节甲第2节。这段的期间，咱用祈祷的心来到主的面前。恁囡仔，担，着无的，着手拳我，我要互恁来得到安息。即时欢迎所有的陪参者来守主的圣餐，同齐来祈祷。听阮的主上帝，感谢你，互阮的主耶稣来设定这个圣餐，互阮会当同心，甲阮的兄弟姊妹来同齐祷，领受主的恩典，透过饼甲杯，阮搁一摆来领受，来感受你甲阮伫地。
互阮准备好来领受这个圣礼。祈祷是奉主耶稣基督的名，阿门。亲爱的兄弟姊妹，当主互人卖迄面，伊讲：这个是我的身躯，为着恁所拍破的。你着行安尼来纪念我。食了后，犹原嘛旁杯讲：这个杯是新约，用我的血所设立的。既若啉这个杯，你就来纪念我。这个杯，这个饼，表明主的死，一直到伊过来。主耶稣互人卖迄面，摕饼讲：这个是我的身躯，为着恁所拍破的。这个是我的身躯，为着恁所拍破的。恁就行安尼来纪念我。这时，请公长老甲牛长老来服侍。这个是基督的身躯，为着咱所拍破的。咱食的时爱会记哩，伊的拍破是为着合一。行安尼来纪念伊，请三甲来领受。主耶稣讲，这个杯是新约，用我的血所设立的。恁啉的时，就行安尼来纪念我。请牛长老、黄长老来服侍。
这个杯是新约，用主耶稣的血所设立的。今仔恁啉的时，就惊安尼来纪念伊的死，纪念伊赎回你的命，纪念伊疼你。请三角来领受。逐摆食这个饼，啉这个杯，是表明主的死一直到伊过来。愿主耶稣所赏赐的平安，甲恁伫地。咱继续来吟圣诗367首，第3节到第6节。上帝，感谢你，互阮伫人生内面有侪40天。当阮受试的时，阮知圣神已经充满伫阮的心中，互阮有气力，亲像耶稣基督共款，会当赢过试。透过主的死，主的国活。阮领受安尼恩典，伫阮的生活中间，当魔鬼来试的时，阮知，阮的确会赢。感谢天父的疼，感谢主的死国活，感谢圣神的同在，对即时一直到主过来。奉主耶稣基督的名感谢，阿门。即只咱三角来吟会用的圣诗468首，圣诗468首，万国万人拢有一摆。万国万人拢有一摆，决心归主是应该，真假善恶时常斗争，到底你伫倒一边？
阮大目标定心日志，行你行通，也随意。你所竞选换天决定，要点黑暗也光明。咱三角起立来迎。今
先开酒报。报告事项，咱首先咱也欢迎新来的朋友，有同时邀请继续来参加礼拜加聚会。报告事项第一项，今仔日是生产主日，透过家主同祈祷，领受恩典，同心祈求众人和睦，世界和平。第二，马街来台宣告8个周年纪念音乐会，中会有提供免费的票1张，咱欢迎兄姐，家己伫迄个招待所遐领，借着伫迄个借着真理大学音乐系全体师生的演奏，咱3到来感受马街会宣告的精神。第三，对3号星期开始，主日如40日为大家节期，祈祷的手册是布告栏的下面咱兄姐咱家己来看。第4，后主日是台南新人医院奉献主日，学校有请陈志豪牧师前来请安，正道，咱邀请兄姐共同为传武神学教育来关心奉献。再来因为武汉肺炎的疫情也已经稳定详细的内容咱再家己看。教界的消息咱再家己看。再来看主的活动的部分，主日礼拜上午10点，圣国的练唱主日8点45，姐妹查经分享上午10点，拜五有查经祈祷会，下晡7点半，读经章节的部分，或者另外查经分享会要查是《路加福音》第8章第1节到第3节，查经祈祷会要查的是《箴言》第15章。再来，咱来看圣讲事项的部分，今仔日交代是谢松兄甲谢松甲尤兰兄，插花是张老师清扫秋梅主事，咱爱张共款暂停后礼拜讲道陈德郎牧师，师会是金兰执事，师评是谢文杰，领唱牛天乐，师献是玉杰执事，甲我本人，交代是现中兄甲文兄，插花牛天乐清扫刘兰姐，爱参共款暂停顶手奉献的部分，也有出入的，请较会记来见证。再来，咱来看本周金句的部分，咱现在上壁，我用台语汉语本先读一摆因为伊真疼我就要救伊，因为伊捌我的名，我就要安置伊伫悬的所在。伊求叫我就要应伊。伊伫危急的时，我要甲伊伫地，我要救伊，互伊尊贵。我用长火烧，互伊满足，互伊看见我的救恩。来，咱3个来读。因为伊真疼我，我就要救伊；因为伊捌我的名，我就要安置伊伫悬的所在。伊求叫我就要应伊。伊伫危急的时，我要甲伊伫地，我要救伊，互伊尊贵。我要用长火烧，互伊满足，互伊看见我的救恩。台语汉语版。上帝讲，因为伊真疼我，我要甲伊救伊；因为伊捌我的名，我要甲伊安置伫安全的所在。伊求叫我要应伊；伊伫危急的时，我要甲伊同在。我要甲伊救伊，互伊有尊严。我要使伊长火烧，互伊满足，互伊看见我的救恩。和合版、华语版。神说：“因为他专心爱我，我就要搭救他；因为他知道我的名，我要把他安置在高处。他若求告我，我就应允他。他在急难中，我要与他同在。我要搭救他，使他尊贵；我要使
下面咱请牧师来补充报告，功德。咱今仔日有2位新的姊妹伫咱的中间同齐敬拜上帝。讲新嘛，毋是介新啦，有诶有来过啊，总是咱久久无看到。好，一个是吉南的朋友吴文谦姐妹，嘿，来，咱来欢迎。伊是林良堂的会友，吼。刷落来是蔡珍慧姐妹，是大直教会的。咱的杨姐妹，哈，嘛久久无看到，嘛是大直教会。今日是安怎大直教会来2个？毋是因为大直教会无去啊，是因为马街宣教来台宣教150周年吼，今仔日有联合礼拜，因为咱的教会无参加，嘿，足侪人啦，讲有1-2千人伫体育场遐，嘿，所以有的人伫遐纪念马街的精神，有人伫家己的教会来纪念主，互马街来台湾的旨意。伫庆祝的中间，咱拢爱会记主角是主上帝，毋是人。不管人做了偌敖，若无主的恩典、主的赐福、主的同在，拢是袂了工。迄个票吼，迄个音乐会毋是伫真理大学，是伫中山堂，吼，所以有10张，若是有人要去，会当伫招待桌遐家己来摕票去听。是真理大学的学生啦，嘛会当诚做甲因鼓励安尼。40天大斋节期的祈祷手册吼，这毋是咱长老教会家己做的，总是跨教派的。吼，这个里面40天的祷告文，还有经文，非常的适合40天的灵修。欢迎大家能够在后面拿。来体会一下这个40天。如果以前我们没有用过这个40天大斋节期的灵修，可以试试看。好，安尼咱即是进入讲道的时间。
阮的主上帝，阮伫你面头前拜列，阮的祈祷，阮的求讨，求你怜悯，因为你听阮，因为你想赐阮性命，你意爱，甲耶稣，互阮完全无瑕疵，互阮会当得到甲你面对面，听你的话，遵趁你的旨意，嘛知影要安怎用耶稣基督的方式来疼人。阮无够野，总是主有。阮要透过主耶稣基督的名，伊的恩典，来伫你的面头前求讨，恳求你接纳所有的兄姐伫你面头前的祈祷。阮嘛要亲像主耶稣所教阮的祈祷安尼来讲。阮伫天你的爸，愿你的名圣，你的国临到，你的旨意伫正，伫地里亲像伫天里。阮的日时今仔日互阮，赦免阮的辜负，亲像阮也有赦免辜负阮的人，无伫带阮入日试，着救阮脱离迄个歹的。因为国、荣耀、荣光，拢是你所有，到代代无尽。阿门。咱大家来吟上行392首，上行392首。俄罗上帝万福恩源，地上万物齐声称赞，天顶圣赛上赞万世。俄罗的囝圣神上帝，咱大家起来来吟，唱煞了后，咱请牧师祝福。愿天父上帝会疼痛，主耶稣基督救赎的恩典，圣神会提醒甲恁同在，互恁有对天所来的快乐赢过拢总的市，对即时到主国来，阿门。